Lawrence 嘅婚禮，我係今日嘅 MC Winnie，歡迎大家。非常之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一對新人嘅婚禮，在座嘅每一位都係我哋一對新人嘅至親好友。我代表住佢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，感謝大家嘅蒞臨，一齊去祝福佢哋嘅大日子。佢哋兩個咧，其實喺大學嘅時候咧已經相識㗎啦，修讀同一個學系，而且喺啱啱入大學嗰陣嘅迎新營咧已經相識。佢哋咧拍拖咧已經9年幾嘅時間啦，仲要係互相嘅初戀。呢個時間，有啲朋友就一定係一齊見證住佢哋由啱啱開始拍拖，到去今日，終於係見證佢哋嘅大日子。一路走嚟，其實佢哋經歷咗非常之多嘅事情。9年幾嘅時間啦，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。其實一直以嚟，Stephy 咧都好欣賞 Lawrence 咧，佢工作好認真，認真得嚟咧又好得意喎。你知啦，佢眼大大，好可愛㗎嘛，佢個眼神。所以咧呢個咧正正係 Stephy 咧為佢着迷嘅其中一個原因。而 Lawrence 咧亦都好欣賞 Stephy， 其實佢個人咧好風趣幽默，講嘢咧亦都係好搞笑喎，仲要為人好孝順，對自己嘅屋企人好好啦，對身邊嘅朋友仔都好好，所以咁多位在場嘅親友都係好錫 Stephy 同埋 Lawrence 嘅。而 Lawrence 咧好特別有一句咧係提到過，點解咧佢會同 Stephy 一齊？就係經歷咗咁長嘅時間嘅風雨，係 Stephy 嘅風言風語，依然咧佢都係非常之中意 Stephy。Stephy 都有講啊，佢話係有 Lawrence 陪佢一齊瘋，一齊癲，佢哋兩個相處起嚟非常之自然，非常之舒服。之後佢哋慢慢就想組織家庭啦，因為覺得好似咧兩個人相處咧見極都唔夠，想咧花多啲時間咧喺對方嘅身邊陪伴。9年幾嘅時間啦，佢哋由喺學校走出去社會到工作，經歷咗好多嘅事情，終於嚟到今日。佢哋其實咧喺3000日拍拖紀念日嘅時候咧 ，Lawrence 向 Stephy 求婚。3000日呢個日子咧，當時仲要係元宵佳節 ，Stephy 咧非常之開心，我好開心應承咗。而喺今日咧，佢哋喺晏晝嘅時分咧，喺部分親友嘅見證之下，正式簽字成為合法夫妻。嚟到夜晚就同大家飲翻杯，慶祝佢哋嘅大日子。喺呢度再次多謝大家蒞臨送上嘅祝福。佢哋為咗籌備呢一個婚禮咧，其實真係經歷咗好多嘢嘅，而且亦都遇上咗唔同嘅挑戰啦、難處啦，仲有好多種嘅事情。佢哋將一切拍成咗一條片，想同大家去分享喎。我哋而家咧一齊用最期待嘅眼神，我哋而家細心欣賞佢哋嘅片段。